随时的帮助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都是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天哎，兄弟姐妹平安。即几天的天气又搁开始热起来吼。特别今日也是拢27、8度。上帝创造天地，这四季的变化，实在是本来是真好的事吼。但是看来，最近人类这几十年，人类对地球的破坏，缔造这个真济。互咱袂当预料的气象的变化，互咱有当时带来真大的惊吓。但无论安怎，咱知天父永远是咱的保护者。咱来到伊的面前，就是要领受这款的快乐甲祝福。咱来吟圣诗47首，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。第1首第1节到第4节。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，你命我要永远尊崇。主耶和华之怪之大，袂通测度，恩惠满满。第4节。你有恩惠，可有怜悯，无快受起主爱无尽，是阮比一切受造，用心感谢，用嘴学乐。咱过来看一首346首，景有好歹是主所定。咱来吟第1节甲第3节。景有好歹是主所定，上帝在照顾你，点主是的阮当免惊，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，逐日在过，逐日带路。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，无论遇到偌大试炼，上帝在照顾你，地主夫妻拢免也生，上帝在照顾你。上帝在照顾你，逐日在过，逐日带路。上帝在照顾你，上帝在照顾你。请咱闭眼心来礼拜。
恁着学乐耶和华，耶和华的路步啊，恁着学乐，学乐耶和华的名，愿耶和华的名是学乐，对即时到永远，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乐的。来因信息第47首，我的上帝，我的君王，咱起立来因专首。这是阮犹原徛咧，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14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几啊多人来受苦。顶十字架死，埋葬罗营府，第3日被死人讲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，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这是咱来教读启应文，启应文第23篇。我来刻恁来印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愿以色列讲。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愿亚伦的家讲。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。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我伫危机的中间求救耶和华。耶和华就应我，将我下伫宽阔的所在。有耶和华甲我伫地，我就无惊。人要消化，对我打我，就甲我开伊的门。我要入去，感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。伊的人要入去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我。搁诚多拯救我的。师傅所起赛的石，已经诚做厝骹头的石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咱的目睭看伊做奇怪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。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。耶和华，但求你拯救。耶和华，但求你，互阮发达。奉耶和华的名来的，应该得到好去。耶和华是上帝，
伊会讲救阮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你做狂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。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，真心实意来敬拜阿罗你，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，你统管一切，阮的活命甲气力拢在伫你。愿万国向你跪拜，万民开嘴阿罗。主啊，阮亲像你，因为你配得所有的荣耀，你为着疼。道成肉身，受苦背命，你的死救阮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无搁受罪恶的捆绑，互阮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你实在配得阮一生的敬拜。主啊，阮学了你，因为你做阮随时的帮站甲避难所。我靠你的人拢是有福的。我要尊重你的性命到永远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免。学老，咱遮信歌队，今日要用的诗是万福的上帝。
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。今仔日要读圣经，记载伫以弗所书第6章第50到第90。以弗所书第6章第50到第90。做奴隶的，甲顺服基督共款，着用敬畏甲惊吓，专心顺服恁伫世上的主人。毋通伫人的面前故意做互人看，互人欢喜，着做基督的奴隶，对心内遵趁上帝的旨意，甘心乐意尽奴隶的本分，亲像在服侍主，毋是在服侍人。着知，无论是奴隶也是自由的，主拢会照待人的好行为，甲因报答。做主人的，嘛着用同款的态度对待恁的奴隶，毋通甲伊威胁。着知恁甲恁的奴隶拢受甘一位天顶的主人，伊用同款的标准对待逐个人。进度，今日进度的题目是“水是主人”。咱将时间交予姊妹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逐时伫照顾，逐时伫引带。感谢你所赏赐的恩典，到也管用。主管虽然有时有即款的确信，总是碰到人生的苦难的时阵，啊，阁有侪天灾人祸顶面，阮惊吓犹豫的时阵，有时啊。阮即个信心，敢若毋知走去倒位。主，阮恳求主你赦免，也感谢主你，阁一摆调阮到伫主你的圣会，阁一次借着主你的话语，借着圣经要向阮来讲话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对今仔日的经文，对今仔日你所要向阮所讲的，阮的信心会当忠心坚固徛在。愿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有一句话安尼讲，毋知大家捌听过无？就是台湾人的奴性很坚强，捌听过无？好，有人有点头，有人毋知。好，曾经有人说，台湾人的奴隶啊，那个奴性很坚强啊，意思是台湾人定定逆来顺受。逆来顺受，甘愿成做别人的奴隶。当然，这款的奴性也捌互台湾对过去1960年代开始创造一段经济奇迹啊！这样子的奴性，让台湾从1960年代开始呢，就创造了一段台湾经济奇迹。台湾的经济从那个时候开始起飞。那个时代。大家拢真爱加班，大家拢真爱加班，听到有班通加哦，偌欢喜咧！有班通加表示啥物？有班通加就表示即个公司安怎有发展、有未来。伊工作做袂了啊，他的接单、他的订单一定很多嘛。大家拢足欢喜，听到加班足欢喜。毋那安尼，阁有啥物？阁有苦，加班就有钱啦。另外，阁有钱通趁啦，安尼有好无？偌好咧，偌好咧。所以加班对迄当阵的人来讲，对大多数的人来讲，是一个真好的消息。总是当台湾的经济发展到一个地步，差不多进入到1980年代，开始有啥物声音出来？爱争取人权、自由的声音开始出来啊！这款的声音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，到21世纪进入2001年开始有周休2日。在过去还有上班上课到礼拜六，就是礼拜六还要上班的，有人经历过这样子的，请举手一下。还不少啦，好，手放下。好，就是在20世纪的时候呢，礼拜六都要上班上课哦，礼拜六要上班上课，才艺好像有点好。
可是到了21世纪，进入21世纪就开始周休2日，会当看到愈来愈多上班的人人口减碳一寡，也就爱有家己休困的时间。我宁愿少赚一点，我也不要加班。我要休息，我要去玩，我要出去玩。好，我休困，伫厝里倒了困嘛好。卖干加班不再是好消息，反而是一种贬义呀。在这个时代，卖干加班反而是一种贬义，表示你这个公司怎样没有效率，正常的时间工作做不完，还要人家加班，代表你的公司的排程、工厂整个的排程都一定有问题。其实一个人愿意做奴隶吼，拢是为着过日子啦，拢是为着生活。使徒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中提醒一个主人，应该着要安怎来对待伊的奴隶。一位奴隶又搁安怎来回应主人的要求？对保罗的教导，咱可能会感觉真奇怪。嘿，上帝是疼世间人啊，上帝看世间人拢同款，每一个人拢应该是平等的。使徒保罗哪会伫遮？哪会伫遮咧讲，作为一个奴隶，就爱温驯顺坦主人？这是啥物道理？敢讲使徒保罗是支持奴隶制度吗？伊哪会无废除迄个奴隶制度？照讲，一个基督徒无应该支持奴隶这个制度。其实奴隶制度伫罗马政府的迄个统治的时阵，是一个家族、一个社会维持因基本经济活动真重要的存在。伫迄个时代，地主，迄只咱讲产业真侪的人啦，遐个地主、遐个头家，需要真侪人斗骹手，互因家族的经济会当维持基本的出产。另外一方面，遐个无产业通挖苦的人嘛，就爱靠一个主人，伊才会当得到基本好，莫讲好的生活，基本上会当有的生活安尼。所以对安尼来看，奴隶制度通讲是迄个时代真理所当然对大家拢好的一个存在。总是保罗伫遮的重点，毋是在讨论奴隶制度的好还是毋好。就知上帝伫每一个时代对大家人的呼召拢无共款，咱就了解伫罗马政府统治的时阵，基督徒的人数真少，基督徒的人数实在是有够少的。这个基督徒阁互罗马政府看做是社会动乱的源头。到后来19世纪，一直到后来跟19世纪美国总统林肯他废除奴隶的那个政治力道，一个是美国总统，一个是互人看做是动乱的迄源头的使徒保罗迄个时代的基督徒，那个政治力道是有很大的天壤之别。所以对保罗迄个时代充满内忧外患的基督徒来讲，实在需要一个和谐的家庭生活，通真做因心灵一个稳定的靠岸。伫一个家庭内面，彼此的关系若是好，家族的经济才会当有好的发展。若家族内面的人吵吵闹闹，迄个生意敢会当做？生意一定做袂得咯。经济稳定，家族才会当有前途。进一步，家族有前途，对迄当阵的基督徒有啥物好处？迄当阵的基督徒的家庭若会进步，若发展会稳定，他们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据点，就是咱所知影的家庭教会。伫初代教会的时阵，你的家庭如果不稳定，有的时候很难维持一个家庭教会。因为安尼，保罗就提出一套家规啊。其实在以弗所书，咱若有照读经正道来看，以弗所前书到伫第5章的后壁段，甲第6章的头前，就是对第5章的21节开始，到今仔日咱所看的这段经文，都是家规，就是保罗提出来的一段家规。这个家规这内容内面有提到，有讲到一位丈夫甲伊的负心人的关系要安怎维持，啊，阁有囝儿甲爸母，甲有奴隶甲主人，大家若有看圣经，
照进度来读圣经，应该拢有印象。伫这中间，保罗主张所有的人，无论你是虾米款的关系，就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互相尊重。当然，就来看保罗伫奴隶甲主人的这个部分，对咱有怎样的提醒？一早起，咱的书会总情执事就问讲，牧师，啊有的版本吼是奴仆，啊你遮的版本哪会选奴隶？按韩会长老，阮三个人就直接头前咧讲，就是奴仆甲奴隶，迄个阶层无啥共款。总是我讲牧师今仔是选择用奴隶的即个版本，因为我个性我伫看圣经释伊迄个注释书的时阵，保罗迄个时代是奴隶，他们那个时代是非常看重社会阶级非常重的，所以呢，对因迄个时代的人，确实是奴隶无毋对。总是有的版本选做奴仆，是因为保罗伫伊诚做一个基督徒的态度，伊感觉主人对伊的奴隶袂当是压制，是袂当一直想要甲伊控制，就是奴隶要把世人的观念从奴隶提升到奴仆的这个层次。奴仆、奴仆是会当亲像是咱讲即摆讲同工的迄个意思啦，互相尊重，彼此互相帮衬。你帮衬我的家庭经济有好的收入，我也照顾你。总是我袂当讲你是我请的，你着爱听我的，我讲啥物你着爱听。两种的情形，迄个感受无共款。所以牧师选择用奴隶的即个版本，就是因为迄当阵一般的奴隶，因所感受到的，因就是一个奴隶。迄当阵的主人就是用控制、压迫的手段来控制因的奴隶。总是保罗伊较想要互大家提升，成做一个奴仆，迄个即种的关系。好，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，第50到第70。使徒保罗讲，做奴隶着顺服基督，甲顺服基督同款，着用敬畏甲惊吓，专心顺服恁伫世上的主人，毋通伫人的面前故意做遐人看，互人欢喜，着做基督的奴隶，对心来遵趁上帝的旨意，甘心乐意尽奴隶的本分，亲像伫服侍主，毋是伫服侍人。所以，咱对这段经文就看到，迄当阵的一个问题是啥物？伫第50、第60，保罗提醒奴隶对主人着敬畏、惊吓，毋通只有伫人的面前故意做互人看。敬畏、惊吓对奴隶来讲，可能有影，总是会尊敬主人的这项代志，可能无影。主人有看的时阵，因着安尼加身做甲足好的，足拍拼的。总是主人一滑头离开，凊彩啦，遮毋免遐尔清气啊，安尼挥一下就好了，毋免遐尔钉钉安尼切甲安尼，切甲擦到发亮安尼，毋免啦。保罗意思讲，咱着爱做奴隶，毋通安尼。毋通人前人后两个人，这位奴隶着爱得到主人的欢喜是真正常。做互人看，有时啊会真正常。咱有时啊也讲一寡铺坦的话，总是咱袂当将咱的心思念头一直放伫即个顶面。咱着用诚实的心，对心底甘心乐意去做。至少即个主人有照顾你的生活嘛。对使徒保罗来讲，至少这个主人伊有照顾着你的生活，对这点你着爱心存感恩，用诚实的心甲因回应，袂当安尼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亲像伫服侍主，毋是伫服侍人。问题是，伫日常生活中间，咱要对心底甘心乐意来服侍主耶稣，即摆的主人提升到伫主耶稣的迄个阶层啊。咱要对心底甘心乐意服侍咱的主耶稣的这项代志，咱现在的基督徒有时也做袂到，
因为咱的主有够多，咱的主人有够多，主耶稣有时可能已经排伫后壁面啊，已经毋是咱的主啊。咱伫生活中的主人有可能是甚物人呢？咱的主人有可能是咱会掠金钱做咱的主人，掠家己的收入做阳光的免流，到伫倒位拢在扑塔家己保家己讲哇，我的收入偌济偌悬，赤呀呀。倒位有好康的，就为倒位去走总，甘愿诚做金钱的奴隶，无趁钱，诚艰苦，足挨饿的。看到有钱通趁，无去趁一个啊！迄个规个心吼，规工拢无平安，一直在想迄个代志。啊，迄个股票应该着爱买，哪会无买啦？一直想规礼拜。看人在刮刮乐吼，哦，趁大钱，遮好趁，哇！拄则行过吼，有想讲啊，咱来买一张刮刮乐啊，结果无买嘛，啊，着行过，结果后悔，一直在想啊，拄则吼，应该爱来买一张啊，等等。有个人甘愿诚做金钱的奴隶，却无想讲一个人袂当服侍两个主，袂当服侍上帝，搁服侍金钱。咱着服侍咱的主耶稣基督，顺探伊的心意。咱所趁的，咱的收入，着负担上帝教会的需要，也着爱照顾社会顶面有欠缺、有需要帮助的人。另外，阁有第四个主人，有人会掠爸母做主人，总是伊毋是甘心乐意伫顺服爸母，伊毋是足心甘情愿的，不过是伫孝顺爸母的产业，孝敬爸母，不过是为着会当加摕一寡零用钱。有的孩子还没有读书的小孩子，好，咱做爸母的有时啊拢知影，囡仔吼，然后好就是跟他就是很。对你非常的那个巴结的时候，讲这个囡仔今日怪怪哦，在巴结我是啥物？吼，心里不晓得在想什么。他做爸母有时拢知影。有时啊，有个囡仔孝敬爸母，毋是为着会当，就是不过是为着会当多拿一点零用钱。迄才是亲像路加福音内面迄位细汉囝，硬要得到爸母的产业，互原本这个上帝所祝福的产业。诚做救助。第三个，有的爸母会掠家己的儿女做主人，将囝儿的需要放第一位，因爱有啥物就想尽办法甲因满足，放纵囝儿顺探世俗的观念，享受满足伫世界的遮的成就。出在因离开社会，出在因离开教会，离开耶稣。你若读册有好，趁钱有够多，你毋免来教会，毋免来团契，毋免来聚会，不要紧啦，你有成就就好。却袂记起咱的主耶稣有讲，着教导囡仔，着带囡仔来就近耶稣，毋通阻挡因。有时咱父母的态度若是毋对的时阵，咱就是阻挡咱的囝儿。进入教会，亲近耶稣。有的夫妻，另外阁有第四个，有的夫妻会掠家己做主人。咱拢知影，夫妻上帝所配合的，就不分彼此了，毋是讲你的我的安尼。总是有的夫妻会掠家己掠家己做主人。伫厝里，啥物人的收入较多？啥物人讲话就较大声，我就是一家的主，因为我趁钱，所以其他的人拢爱听我的，因为我赚钱，我付出的比较多。却毋知影，咱会当有即款的成就，有遮尔好的收入，有遮尔好的机会，其实拢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。相信因若袂记起婚姻是上帝所配合。毋是啥物人是一家的主，是基督才是一家的主，一家的主。
最后，牧师讲一个例，就是有人会将身体健康当作是伊的主人，有个人会将身体健康当作是伊的主人。这有一个观察，有一个观察吼，台湾人若出门吼，出去旅游，出门旅游一定会买什么？去旅行、去佚佗的人。你一定会买什么回来？保健食品，好特产啊，很多时候会找那个保健食品，不论是吃的、啉的、糊的，还是打的，这个有够有效的，对身躯有够好的。去日本就想到什么？有啊，我有听到声音啊。去日本就想到什么？我感觉到，胃肠药，迄根本就想到什么？一条根，去泰国想到什么？膏药，那个贴布，台湾人出门旅游，实在是足意爱去买食的啦。足意爱去买食的，无买足规个人足挨又足艰苦的。咱莫讲出国旅游，咱去台湾逐所在去行大的时阵一定爱买一寡什么物啊？这个物啊内面就10之8九都是有这些东西啦咱投入真侪资源维持咱身躯的健康，真侪健康的努力。到伫一个阶段啦，我毋是讲顾健康毋好。总是到一个阶段，咱是毋是会诚做健康的努力？特别是当咱有够认真在维持咱的健康的时阵，总是破病。有些人讲，我拢真保养我的身躯啊，运动啊，食什么物件，什么我好的我拢会有吃，我拢有食，我搁运动，哪会搁破病？到迄当阵，咱有个人就会开始埋怨上帝。迄当阵，咱的主人就毋是上帝啊，因为毋知对倒位，对当时开始，上帝已经毋是咱性命的主。咱将迄个通杀死身躯，却袂当杀死咱的灵魂的迄个物件，压甲悬悬。高举在上帝之上。有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把那可以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高举在上帝之上。拄则所讲的这个现象，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一定可以想到更多、观察到更多的例子。所以，即摆已经21世纪啊，到伫21世纪的现在台湾，你有发现台湾人的奴性还是很坚强的？台湾人的奴性没有进步我们还维持着我们的奴性，我们的奴性还非常的坚强。总是感谢上帝，接着保罗的提醒，所以咱就一定爱读圣经，就是安尼。接着保罗的提醒，对打开始，咱若有认定，咱伫天顶有一位袂甲咱威胁，袂用各种的方式甲咱控制、甲咱辖制迄个主人，咱就会当对这位主人脱离做奴隶的这个身份，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咱要安怎对奴隶的身份提升到伫做主的奴仆？这毋是理所当然我今仔日我受洗成做基督徒，我就对奴隶变做奴仆，无遐尼简单啦。拄则牧师讲遐一大堆，意思就是讲无遐尼简单。咱若无志意，咱若无志意去操练，咱永远是奴隶啊。第9节，咱来发今仔日经文第9节讲，做主人的嘛，着用同款的态度对待恁的奴隶。毋通甲因威胁，就知恁甲恁的奴隶拢属同一位天顶的主人，因用同款的标准对待逐个人。
意思是咱伫世上，无论你现在是掠主人，还是奴隶的身份在过日子，无论你现在是在服侍别人，还是接受人的服侍，拢袂要紧。保罗提醒咱的主只有一位啊！咱的主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咱的主心存怜悯，袂威胁伊的仆人。当耶稣面对伊的门徒的时阵，伊的门徒内心犹豫、想拢无的时阵，耶稣安怎做？耶稣愿意屈家家己，用各种的譬喻去解说，解说了，佮忍耐听候。耶稣呢，咱的主的，伊甘愿忍耐听候，听候啥物？听候伊的门徒通明白的迄个时阵啊！咱知影，遮个耶稣的迄阵门徒，到伫耶稣国活了后，因阁行到要害。有时啊，阁毋是遐尼明白，总是到伫圣神降临的时阵，因规个大开。耶稣犹原，连耶稣就犹原忍耐听候伊的门徒通明白。当耶稣的门徒三更要坐大位的时阵，耶稣安怎？耶稣亲自甲因洗骹，伊亲自甲因洗骹，因宽容的听。包容接纳，因中间因彼此的无共，甚至耶稣面对伊门徒的背叛，伊犹原甘愿受鞭拍、受刑罚，想要来挽回因。咱若是诚做主人的人，咱即马若是诚做一位服侍人的人，咱是毋是会当学习咱的主耶稣？遮尔好款待，咱是毋是会心甘情愿地服侍？咱的主耶稣不断用仁爱慈悲去引咱，伊毋是用金钱权势的威胁来控制咱，搁较袂用破病即项代志来警告咱。耶稣毋是安尼的主，咱的主欢喜赏赐逐项的智慧。互咱的心甘情愿对心底行好事，做主耶稣忠心的仆人。咱着努力打拼，锻炼家己，会当早日脱离迄种受压制、受控制、做奴隶的日子。咱必须着爱了解，咱咱的主耶稣的心意，和遐个地上遐个掌权的计划，即两个中间。有真大的无共。主耶稣的目标是啥物？主耶稣的心意就是，伊望咱会当甲伊做伙做王到永远。耶稣望咱甲伊会当做伙做王到永远。总是地上遐个掌权者咧，遐个掌权者是啥物人？是啥物存在？就是拄则所讲的遐个啦。就是遐要用金钱、权势、地位、健康来威胁咱的遐个物件。因的目的是啥物？因的目的就是爱咱永远降服伫因的骹下，成做永远的奴隶。所以咱会知影，咱的主耶稣对咱的心意，和咱世上咱目睭天开所看遐个物件，这两股势力。这两股势力对我们的影响，对我们的期盼，一个是期盼我们跟他一同做王到永远，一个是期盼我们永远被他踩在脚下，当作奴隶。那么，我们到底要跟着谁啊？世上的权势甲欲望，亲像好塞，四界拢在超找通吞食的人。无论是伫家庭、职场，还是教会。遐个看起来亲像是主人的存在，一直在引诱咱做永远的奴隶。兄弟姊妹，咱来要脱离奴隶的身份，无须阁强调一摆，就爱必须定心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。有可能咱有时啊，咱的心
咱所仰望的，毋是耶稣基督，咱所仰望就是拄则牧师鼓励遐个咧，啊，佫有可能，啊，佫有真侪其他的。可是我们要重新啊，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眼光，我们要重新仰望，重新仰望创造咱的主，用基督的心做心，用上帝意念做咱的准情。咱的主耶稣是道路、真理甲活命，伊会为咱陪伴咱所着行的路。咱的未来，毋是伫咱的头家，毋是伫咱的老板，毋是在伫咱的产业。咱所行所做，都爱抓圣经做基础，也着爱照信心的感动来判断，定定伫基督中超找主的心意，伫基督中细时来省察主啊，我要行倒一条路？我们要细细体察我们的主何时为我们关了那一扇门。如果上帝把我们那扇门关了，咱莫一直去弄啊，搁去弄哦，就是弄得头破血流嘛是无效。如果上帝把那扇门关了，咱就顺服，继续听候祈祷，看上帝会替咱开倒一个窗啊。上帝如果把我们关了一扇门，他一定会为我们开另外一扇窗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要去撞墙，我们很有可能永远都看不到那一扇窗，然后还一直在埋怨。但是会当照安尼来锻炼家己，咱会当定定去读经、祈祷、听候的中间锻炼家己，就会当渐渐脱离世间奴隶的身份，真做一位伫基督内面自由的人。咱就毋是奴隶，咱就真正是主耶稣的奴仆。咱活是为基督，毋是为着要满足什么人，也毋是为着要满足家己。咱若大心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，咱所需要的上帝拢会赐予咱。顶主日，伊个牧师有讲到，有提出一寡数字。伊讲咱教会确实有行伫主的旨意，不过今仔日最后牧师嘛爱提出一个数字。这个数字就是圣餐奉献的数字，圣餐奉献的数字。伫举行圣餐的迄主日的主日奉献，是咱基督徒对这个社会所着负的责任。总是这2年牧师在观察，咱在举行圣餐迄礼拜的主日现金，拢真少，有时啊甚至比平常时的标准搁较少。伫圣餐主日，咱领受恩典，咱知影主耶稣的身躯为咱拍破，咱知影主耶稣的宝血压占咱的罪过，咱会当顶头生得到新的活命。总是咱却无想讲，咱也着将即款的疼分享出去。伫咱领受圣餐的时阵，咱无想着讲，伫社会，伫咱厝边隔壁，阁有侪需要关心、有欠缺的人。咱无注意主要爱咱疼厝边，亲像家己的心意。逐摆咱领圣餐着安尼领，着啉啊，着食，敢若啊着安尼顺拄过，安尼就煞结束啊。毋是安尼，每一个礼拜的天数拢有伊的意义，总是咱有啥无心伫这内面，咱无尊主最大，因为咱的主人有可能还阁足多。还阁有一个数字，就是礼拜时间。咱是毋是定定迟到，还是会当提早到位，将礼拜的天数就无安尼小溜一下。看今仔日的信息是吟几倒一首，是准备好。然后咱有礼拜部的部长，咱的会长老带咱来锻炼诗歌。咱讲的陪伴心呐，咱是毋是至少提早5分钟久坐伫礼拜堂，安静家己陪伴心，参与礼拜，参与奉献？
咱小想一下，咱每主席的主人是咱的困民吗？还是咱的早顿？还是咱的手机啊？还是金钱？为着加班趁钱，就无爱来礼拜？平常时袂记得咱的主人是一谁也就算了，总是礼拜到伫礼拜，咱还袂记得咱的主人是一谁的时阵，无需恳求咱大家真正爱悔改认罪。咱着爱备办心，提早来备办心来参与礼拜，互咱的礼拜毋是做互人看的，毋是讲啊，牧师拢有点名啦吼，招待拢有点名，到时吼我有伫咧名单，我有安尼摇起来，摇着我的名，安尼就好，毋是安尼呢。互咱的礼拜毋是做互人看，是确实是要高举咱的上帝，荣光咱的上帝的礼拜。兄弟姊妹，到底是一谁才是咱的主人？答案其实真清楚、真明显。愿咱对现在开始真心真意锻炼家己，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，就伫逐项事尽忠，尊主做大。互耶稣基督确实才做咱一生独一的主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赦免阮有时啊无认你做阮的主，偏离你的道路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得时不得时，无论是行关山，还是死荫的山谷，无论阮是成功还是失败。阮拢要认定你，才是阮一生的主。阮爱的祈祷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咱来回应上帝的话，来因信息第346首，竟有好歹是主所定，咱起立来因全首。请坐。这是咱进行奉献。
咱去来因方言诗歌。真济。这是咱来进行公道。公道的事项伫咧旧部内底有，咱为教会以上新传进信徒万民该祭司，咱读经祈祷，委身服侍，彼此相听。咱为即个代志来祈祷。咱来看公道的事项，第一。愿咱伫耶稣基督内面立志，锻炼家己，伫逐项事对主尽忠，做主的奴仆，毋是世间的奴隶。第二，为基体，陈金子、陈王南、洪甘之、陈德明、刘秋敏、庄宝玉、陈丽水、刘淑珍、谢丽慧、胡艺梅、杜昭。陈秀荣、李以诺，咱为伊的身躯的调养来代祷，嘛为着复健的刘惠忠、李碧莲、张宏龙来代祷，为着肿瘤的黄静茹、李雅娜、陈怡君、郭仁吉、林文成，以及为着买口气的陈鑫甲余秋雨，咱为来祈祷。第三，为着403花莲的地动来上望的民众，甲伊的家属，以及灾区的重建，以及灾区重建的救援物资会当顺利到位，咱来祈祷。第四，为着台湾甲世界的执政者，会当降服伫上帝的公义甲关联，咱以及来祈求和平共融的社会，咱为遮个来代祷，这是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同心祈祷，愿你来固守教会的脚步，互阮所行的拢合你的心意。也恳求你看顾教会中年岁较大、甲身躯有病痛的兄弟，恳求你将你所赐的平安，放伫因的心内甲生活当中。但即时，阮也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安尼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信，你的国能到，你的旨意你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会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市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报告，咱来看旧报内底，咱看教会消息，4月16到18号，拜2到拜4，
阮教会两位牧师甲大义长老、浸会长老要去参加总会第69届年会，伫个中华基督教病院。迄周4月17号拜三的查经祈祷会暂停一摆。第二，总会对403花莲地震的救灾行动，旧报顶头有刊，就是若是讲要奉献的，顶头有户名甲划拨账号，请注明为0403花莲地震奉献。第三，2024年第2季新安宫读经手册已经送达，请到1楼的招待处自由索取。团契消息：今日早起9点45分，金社团契伫个4楼聚会，主题是亲子教养的读书会。4月26号拜五早起10点。常年团契聚会，主题是健康讲座，摆脱油腻人生，谈高血脂日常生活保健，欢迎参加。教界消息咱家己看，奉献面世咱嘛家己看，若是有漏交也是错误的，请会计也是干事来订正。上银信息第512首，乌鲁天顶主宰。上银了后，咱请牧师为咱祝祷，请起立来因转首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无限的疼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永远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。灭岛闭会。